江澤民明誕100週年大會8月17號上午10點喺人民大會堂舉行。會後與江家後人握手，係希望江家嘅萬億財富可以拯救瀕死嘅獨裁政權。但接過嘅係習近平將會為自己棺材釘落嘅最後一根釘。8.17嘅紀念會，亦係外界等待睇熱鬧嘅一枚休止符。習近平將退休老人一併請咗出嚟，與胡錦濤同歲嘅溫家寶現身，神情木然，寫照咗卻道天涼好過秋嘅心水。賈慶林、張德江、栗戰書、汪洋、劉雲山、李長春、賀國強、李嵐清、俞正聲無精打采，曾慶紅亦係一臉木訥。王岐山形容枯槁，展示嘅卻係有錢難買老來秀嘅情懷。呢個係破獲流言蜚語嘅陣營，但仲有以隱身方式畫出問號嘅老人。胡錦濤一如既往冇出場，自從20大被架走之後就傳聞不斷，但今次睇嚟真係未能身體力行，臥床唔知道幾時，恐怕就此終結。仲有狀態堪憂嘅李瑞環推脫咗今次亮相嘅機會，病入膏肓嘅吳官正以佢吳官正嘅名號擺脫咗呢場諧音嘅糾纏，而早已係植物人嘅羅幹就已經喺另一個空間贖罪，幾時拔走一身嘅管線，睇習近平嘅需要。可唔係咩？6000幾人喺會場，難道習近平要給江澤民加封號？習近平獨裁宣言嘅放送。習近平嘅講話為了萬無一失，蔡奇審定了3天3夜嘅講話稿，冇生僻嘅古語俗言，字斟句酌，讓習近平熟悉咗一晚。於是外界看到習近平一字一句念叨，為江澤民徽準畫符號。習近平話，中共16大期間，江澤民主動提出不再擔任中央領導職務，喺呢段荒謬嘅歷史中，係權力引好嘅瘋狂驅使下，江澤民拒絕交出軍權，並3度暗殺胡錦濤，欲重新執掌黨政大權。陰謀敗露後，江澤民被逼交權，並由被動變為主動辭去軍委主席職務。習近平今次冇忘記呢個細節嘅重複，但影射嘅係江澤民可以幹到蹬腿嗰一天。反過來，習近平21大連任，絕唔會主動辭職，但血與火嘅政治博弈，習近平自有殺招。稍微留意一下，習近平喺2022年江澤民追悼大會上嘅悼詞，亦明確咗呢個說法，但亦係為442句營造出鋪墊，獨裁號令天下，擁護習近平獨裁係免死金牌。蔡奇將習近平講稿嘅核心凝練為給予江澤民5大學習綱領，為鞏固習近平獨裁政權笨實根基。江澤民其實早已塵歸塵土歸土，但習近平給予嘅變相5大號，遊獵喺5大學習教條中。因為實質嘅號對黨魁而言早已模組化，江澤民嘅號應該係3代表蝦毛。因此5大學習新時代嘅代名詞新征程，涉領習近平獨裁，形成習近平獨裁跨越嘅必然邏輯，並以內涵更新遞進關係，強化習近平獨裁治國理念以及存在嘅合理性。實際上，黨內高層喺中央黨校所受嘅法西斯式教育，才能讀懂習近平喺繼承江澤民政治遺產中嘅否定之否定。以江澤民嘅所謂偉大，印證習近平對中共嘅終極定位。其中第一學習嘅政治信仰，延續悼詞說法。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風雲變幻和國內發生嚴重政治風波的重大考驗時，共產主義邪惡信仰對手無寸鐵嘅學生運動血腥鎮壓，89、64天安門屠城，機槍掃射，坦克碾壓，係暴力維持政權嘅唯一承襲方式，政治壓倒一切嘅翻版，亦係政權苟延殘喘嘅唯一手段。呢一段嘅新征程，暗含嘅仲係習近平斷代中共歷史，為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3代中央領導集體畫上句號。蔡奇給出嘅講稿，寫作技巧欺騙性難度係數超高，嗰就係習近平遠遠超越歷史，江澤民只不過係一個過渡，而另一層用意則係江澤民人權惡棍形象以及反人類嘅罪行，習近平冇繼承。咁樣學習江澤民嘅為民情懷係咩？呢個係喺政治高壓下嘅民生安慰劑。習近平主打官員政績來為習近平新時代辯解。至於學習江澤民嘅創新精神，解釋咗習近平嘅發揮創造，喺與時俱進基礎上拓展新境界，而呢個新境界就係今日中國社會嘅慘境。
可以看到，習近平執政動力形成嘅一整套思想，並不來源於江澤民。習近平其實係否定咗江澤民第三代嘅作為，嗰就係江澤民冇留低一套可以完全承襲嘅一套完整嘅思想體系，但習近平做到了。江澤民勉強算係習近平政治動力嘅提示器，而馬克思嘅基本原理只是高級獨裁嘅甜味素而已。習近平講稿嘅精神詮釋，只有黨文化嘅鑰匙才能打開。江澤民嘅戰略思維從本質上講，係因循鄧小平嘅原創，由一個中國原則嘅九二共識，到有力開展反分裂、反台獨重大鬥爭，激進與鬥爭哲學嘅加強，規劃為江澤民嘅政治遺產。反過來，習近平亦邊緣化咗鄧小平。習近平獨裁嘅新時代新征程就說明咗，絕唔會生吞活剝江澤民，而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習近平最偉大，統攬五個偉大：鬥爭、工程、事業、夢想。獨裁嘅巔峰係將獨裁分解為江同山兩部分。習近平左手抓住江，一屁股坐在山上，呢個就係習近平江山就是人民嘅獨裁格言嘅圖畫。重點喺第五個學習，習近平號召全黨學習江澤民嘅堅毅果敢的非凡膽略。呢個膽略就係敢於把自己嘅棺材最後嗰根釘子釘上去。講話稿稱，江澤民勇於在重大歷史關頭和關鍵時刻果斷決策，沉着應對風險挑戰，堅決克服艱難險阻，為現代化建設開闢廣闊空間，營造良好環境。而且，江澤民以強烈的歷史擔當和巨大的政治勇氣，妥善處置危及國家政治大局穩定的重大隱患。重大歷史關頭與政治大局穩定係咩？1998年抗洪搶險係風馬牛不相及嘅自然災害，所以呢個係指向咗一場終極災難，中共必亡嘅唯一要素。中共自1949年散政後，經歷多次各種危機。第一次危機係大躍進、大饑荒、反右，特徵係經濟危機與意識形態危機。第二次，1966年開始進入全面生態危機，政權機制癱瘓，傳統文化被毀滅，道德根基由紊亂到被摧毀，意識形態崩裂。10年之後，1976年，中共以宮廷政變化解危機、權力危機嘅掃除中，開始所謂轉型。6.4事件係根本上嘅政權合法性危機，鎮壓粉碎咗合法性。但是習近平將中共第4次危機6.4鎮壓，最後躲過危機嘅功勞加封給江澤民，稱其喺政權危機後臨危受命，儼然第二次挽救咗中共。然而，江澤民亦係中共歷史上唯一重創中共、導演中共危機嘅第一人。呢場危機發生於逢九必變之中嘅1989年之後嘅1999年。25中南海上訪事件一場和平上訪，光焰擊碎咗江澤民政治嘅黑暗。江澤民稱，法輪功喺同共產黨爭奪群眾，必欲採取強硬手段取消與打擊嘅號令前滅絕鎮壓方針。剛剛被逝世嘅朱鎔基喺4.25提出嘅不找人、允許合法練功、解決出版物問題嘅緩和意見被江澤民一棍子打死。連當時嘅人大委員長李鵬亦並不贊成殘酷鎮壓。7名常委6名反對，江澤民一意孤行。呢個就係江澤民獨裁嘅政治擔當，為中共嘅棺材釘落最後一根釘子。而呢根釘子被習近平拔起來，釘到自己嘅棺材上。所以呢個可以看作習近平號召學習江澤民嘅專橫跋扈，為個人私欲用江山製作扣，鎖死人權，鎖死民眾。喺歷史學家眼中，1999年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係擁有龐大社會組織網絡的民間群體，與中共政治控制體系之間發生正面衝突。但呢場鎮壓卻係以單邊性、獨斷性、野蠻性與殺戮人性與神性嘅血腥方式進行嘅。說白了，呢個係一場對傳統道德、人類賴以生存嘅普世價值嘅鎮壓。而呢場鎮壓才是當今習近平獨裁治理之下所有慘不忍睹嘅現實嘅根本原因。道德無存帶來嘅災難已經不能修復，人們掙扎喺塔西佗陷阱中，心如刀絞，看着定於一尊喺權力腐敗、肆無忌憚收割韭菜。生存在禍害性社會中，每個人都面臨朝不累夕嘅恐懼，資本與行政嘅雙重絞殺，帶着血跡喺熒幕嘅暗格中撰寫，擺爛與躺平充斥喺思維底線嘅閒散區域，戾氣縈繞喺景區圍欄與添加劑嘅包裝袋上，
預期喺一本護照中撕裂，潰爛嘅鬼步舞喺大街小巷中肆虐。同一時間，猝死、腦梗、心梗如影隨形，報應嘅利劍，從來冇偏離懲罰嘅軌道，所有莫名的死亡，都有共產主義嘅幽靈作風嘅氛圍陰符伴隨。所以，1999年7月，江澤民發起對真善忍修煉團體嘅滅絕式鎮壓，才真正洞開咗中共危機嘅大門。亦所以，習近平哪裏知道，佢嘅呢場復興與夢幻，都架構喺蒼夷滿目嘅畫布上。當呢張畫布如出土嘅錦緞喺氧氣中化為灰燼，等待習近平嘅就不只係印堂發黑嘅悲戚，無數災難嘅勃發。好喺習近平嘅講話中，洩露出前景羸弱嘅徵兆。佢7次提到鬥爭，形成苟延殘喘嘅鬥爭搞索，將獨裁管控與形勢不妙融合喺一齊，顯然唔係非凡膽略能夠化解嘅。因此，習近平最後煽動民眾擁護獨裁政權，團結喺獨裁者周圍，為一個官員腐敗嘅國家圖強，卻唔敢提佢嘅反腐。反腐嘅敘事弱化為僅限於江澤民為了堅定支持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說到底，習近平冇強調要將反腐進行到底。大會結束咗，習近平與率現任政治局常委會見江綿恒、江綿康，並同江澤民家屬合影。習近平接過咗咩？江家嘅萬億財富，拯救瀕死嘅獨裁政權嘅承諾，但真正接過嘅係習近平為自己嘅棺材釘落咗最後一根釘子。